5页，你看都是《论语》的，多不多啊？你看一部经典有多少啊？那就太多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你看太多了啊！戒邪思齐，戒不邪，内自省也。4个字有多少呢？4个字的：察言观色，三思而行，以也定邦。也定邦，任重道远。我们岳麓书院那个对联的下联：为处有才，于斯为盛。你看，于斯为盛都是《论语》里面的，太多了。所以这是不是经典？句句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啊，太多了，是吧？所以叫做经典。好，第7个概念，中华文化经典教育，或者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教育，就是我们什么叫经典教育？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的开展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教育的活动过程，就叫做经典教育。这个概念，全国是我第一个下定义的。第一个下定义，我们第一个提出经典教育这个名词。第一个来解释什么叫经典教育这是大家要掌握。经典教育中，我们大家在组织学生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的来诵读经典，开展各项活动，整个过程就叫经典教育。好，中华传统文化发展的历程，大家要了解一下。中国传统文化怎么发展起来的？我们作为经典教师，你基本要了解嘛，是吧？中华传统文化萌发期，什么时候萌发？殷朝，也叫做商朝、周朝。传统文化，你看，商朝夏朝刚在建国有什么记录下来？有什么东西是吧？主要是周朝，你看出多少东西是吧？中华文化真正是奠基成果最显著的春秋战国。春秋战国你看中国的典籍所以现在我们提出中华文化复兴，复兴是什么意思复兴就证明现在不行了。我们历史上有辉煌的文化时期了，复兴到什么时候复兴到春秋战国时期，隋唐那个时期，文化复兴都是非常发展的，是吧？春秋战国，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奠基。成熟期，真正到什么时候成熟了？我们传统文化是秦汉到清朝中叶这一个段时间，我们中华传统文化不断的成熟到了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传统文化觉醒了，觉到什么？以学西方为主了，学西方文化为主了，所以我把它叫做觉醒期。这个我们每一个经典老师，我们要推广传统文化，你要把这些最基本的常识要了解，你心中就有数是吧？我们老师要广博，又要专一，这样的老师才是好老师，你才能给学生以知识、以学问、以智慧。好，这是向大家介绍的第2点基础常识。第3点基础知识，中华传统文化有什么特点我们安妮小姐，人家法国人问你中国文化我们法国文化有什么区别你就讲我们中国文化有6大特点，讲3点，法国的朋友就马上向你致敬了。哎呀，安妮小姐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这么透是吧？我们还有我们梁元大庆的从加拿大回来，
加拿大读大学的，这次都来参加学习，是吧？哎，他妈妈也来了，董事长都来了，是吧？哎，决心来弘扬传统文化。你看，那前年那个哈佛大学的有一个计算机全世界著名学家，美国的最尊敬的绝佳学者，他把2个小孩送到我们来学传统文化。他为什么要学传统文化？学经典。他说我在哈佛大学当教授，哈佛大学很多教授啊，把中国传统文化应用在课堂上，特别一些成语用得非常好。他说我是个中国人，不知道用，我脸上无光啊，所以我一定要把小孩送回来。刘院长，你要帮我好好的教育，不是丢丑啊，是吧？你看美国人，你看美国小布什到中国来发表演讲，都引用经典。那个长得很丑的，是吧？哎，奥巴马，黑黑的，是吧？他一到中国，第一次到中国，到上海大学演讲，他引用孟子的话，结果学长听不懂。你看出丑吗？奥巴马引用孟子的话，结果我们的领导干部听不懂，我们大学教授听不懂，他在问这个孟子是在哪里说的，什么意思啊？是吧？你看我们中国文化，我们总结6大特点。第一，重伦理。中国文化是非常说伦理道德的。伦理呀，基本的人的伦理，可以讲叫做人的基本的规范，很强调的。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师生关系，他很强调的，并且总结的非常好的。你看我们中国文化重伦理，第二重民本。你看所有的经典著作都是把人民看作是治国之根本，人的根本是孝道，孝道是人之道德之本，人民是治国之本。你看我们再三阐述这些道理，所以中国文化、中国经典。第三个重宗亲。你看中国文化很讲宗亲的，特别我们台湾朋友、香港同胞，是吧？这方面做得很好，很讲宗亲，这个家族讲亲族，这些渊关系，是吧？认宗归祖。所以我们中华民族啊，这么多年，现在有文化的6000多年。现在我们有些学家提出12000年，有些提出17000年，有些提出22000年。中国文化产生